恶鬼之苦。恶鬼分为引住恶鬼和空有恶鬼两种。引住恶鬼，有外障恶鬼、内障恶鬼、特障恶鬼。外障恶鬼，数百年中，甚至谁的名字也未曾听说过。长期遭受极其饥饿，长期遭受饥饿与干渴的逼迫，经常为寻找饮食而四处游荡，结果一无所得。有时看到远处有清清的河流，以僵直的肢体艰难地支撑着巨大的腹部，痛苦而疲惫地踉跄奔去。到了近前，所有的水已枯干，仅仅剩下河床，痛苦不堪。有时从远处看到果实累累的绿树，也如前一样的前驱。到了近前，都已干枯成了用来燃烧的树干。又看到许多丰美的饮食受用，但是到了近前时，有许多手持兵器的人守护着，驱赶他们，用兵器殴打他们，痛苦难忍。夏季时感觉月亮十分炎热炙烤。好，那这些都是恶鬼众生的痛苦。这里讲到就是因为恶鬼呢，主要都是在这个饥饿的痛苦。所以就看不到什么水，不要说是看到，就是连水的那个名字都是没有听说过的。那他们对这个水有没有什么欲求、欲望，喝到水这样的？当然是有，但是呢就没有所以呢就非常的痛苦。饮食也一样，对饮食跟水各个方面是非常有需求。因为今生的时候呢，就特别吝啬的人，如果是自己有足够的财富、饮食等等这些享用的东西都是有的情况下，也是舍不得自己享用。不要说是供养跟布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这些特别吝啬的那些人，那就会突转到恶鬼所以就是从最简单的讲的话，为什么堕入恶鬼？那这个就是今生特别吝啬、很小气的人，然后一直都是有多少的金钱，都是会要存起来，不要去用。然后自己用的时候也是用到怎么说呢？最简单的、最差的，就生活也过得最简单、最那些来说就也不是什么好的，就是相当最也不能说简单吧，反正就是最很苦的。那么很苦的，没有钱的人很苦的话，那也没有问题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很有钱的人，或者是很有一些自己有一些本身说财富跟这些各个方面。金钱各个方面还可以的情况下，也是那就享受乞丐一样的那种生活感受乞丐一样的生活的那些人，就是恶鬼所以就下意识也是一定会变成恶鬼的。所以今生来说呢，就有些人很有钱，但是自己不去享用，然后用也是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今天如果是买个菜，都是会去选择最便宜的菜，然后也是讲价，
然后就是连一分一毛都是会很仔细的讲解的那些人就不怎么好。从我们实践的人类实践的一种文化来说的话，那么它就不浪费钱，也是一种好。但是实际上来说呢，也是有那么吝啬的情况下，那它也是那么消极的情况下，它也是不怎么好。然后就很多的恶鬼，本身现在已经是恶鬼的很多那种黑人啊，那他们也是实际上是很富有的。就相当我们就现在不是说金银珠宝的很多的矿，从地里面要开矿的时候，就很多时候那些什么地方是开矿的时候就有胜利有不胜利，那边应该有什么山神啊、鬼神啊那些，实际上确确实实有的，那些都是会有主人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享用这些东西，一生当中都是在感受饥饿跟干口的痛苦、干渴的痛苦。实际上，他们自己有很多很多这种金银，我们人类所讲的金银珠宝啊，那些都是有些恶鬼守护着的。但是为什么有那些的这个财富，但是为什么不能享用呢？因为过去是很有钱的人，但是不舍不得用，但是钱都是对他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只是产生一种执着、吝啬、小气，所以投胎到恶鬼，就是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所讲的，就相当于就是有的时候那些恶鬼，有的时候就是从远远的地方看到一些清清的河流啊，就是相当于看起来哇那里有水啊，就是有一个清清的河流，清清是一种形容，就是非常干净、非常清净的一个水流。我们去那边可以喝水，就像这样的。然后就是以僵直的肢体，坚韧的筋勤支具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恶鬼他的身体是不是像我们人类一样的那么的人类的一个健康人一样那么的行动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恶鬼每一个都是肚子大到就是一个山菇一样的大小，然后他的这个怎么说呢？手跟脚就相当，比如说那个脚就是像大腿、小腿，不管都是细到就是一根草一样的，而且是那个皮包骨头的，然后就没有任何的力气，没有什么力气，然后有肢体又那么大，肚子就那么大，腹部就是那么大，然后就是脖子很细，然后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脚跟他的手支撑他的身体都是很有困难的，所以就是恶鬼走路的时候都是会有很多的声音，就是相当骨头跟骨头膨胀的那种咔嚓咔嚓的那种声音，就是在一个恶鬼就是要行动都不是那么的方便。就像我们一个年轻的人或者是小孩，远远的地方看到一个东西，一个小孩跑出去就很方便，很快就可以跑过去跑过来，一个年轻人走过去走过来也是还好，但是已经到了80、90岁的一个老人，在远处有一个好的东西，他为了这个要走过去有多么辛苦，然后走回来又同样的辛苦。那么一个恶鬼的众生来说呢，那比一个老人家更严重的，他都行动上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就他走过去是非常严重的不方便，所以就他走过去都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但是他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对这种饮食的需求跟贪心，所以他好不容易走过来，走到旁边的时候呢，都变成干涸的那些，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水，到了中间旁边才知道。然后又看到这个饮食的时候，他们走过去也是一样。那有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到了旁边，就真正的确确实实有一些饮食果实那些可以享用的东西，但也是有很多带着兵器的，还有那种威猛的那些
那种人守护者，所以呢用兵器然后就是敲打他们，那时候也是那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也没有任何能力反抗，也没有办法吃到他想要吃的东西，就这个意思。然后他也同样的有寒热的痛苦，寒热的痛苦来说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冷到太阳出来了也是冷，那么冬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热到就是那个月亮的光也是变成热光，比太阳还更热的光。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就冷到太阳出来也是变成冷的，就是这样，也是同样的有寒热的痛苦。即使太阳即使非常寒冷清凉，倍感痛苦。从前周信经尊者耳朵的耳是吧？对，是。尊者到恶鬼境内，结果中了恶鬼的吝啬之毒，感到口干舌燥，在一大铁城门前有一个有一什么可怖的黑面红眼恶鬼。尊者问哪里有水，结果聚来许多如烧焦的树干般的恶鬼，都说圆满的大尊者，请赐水给我们。尊者说，我也得不到水，正在寻找，你们是谁呀？他们回答，我们生在这山谷中已12年了，可连水的名字也没有听过。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那些恶鬼只要听到了一个水这么词，他们都是要聚过来而且是说圆满的尊者，他们就觉得这个人的嘴里面就说出一个水的名字，然后就他们都感到特别觉得非常殊胜，因为他们自己在12年的过程当中都是连一个水这么一个词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呢那一天听到的时候都是感到非常的殊胜，所以就希望能够可以得到水，这样聚过来的。他们的痛苦来说的话就是这么的严重，时间又那么长内障恶鬼，刚刚那个些部分来说的话，讲到就是外障恶鬼嘛，内障现在讲内障恶鬼此类恶鬼口如针眼一样，所以就是他的嘴巴相当就是大小就是一个针的眼睛一样。针的眼睛知道吗？你们听得懂针眼是我们缝衣服的那个穿线的那个窟，那个洞就是针眼嘛。鱼饮大海里的水却无法进入它们吸入一根马尾毛的咽喉里，而且苦中的毒使水干结，毒会使水干涸，然后即便有少量的水进入咽后，却无法满足它们大入盆地的瀑布。对，就是大入盆地的瀑布，就像一个恶鬼的，他的嘴巴的洞只有就是一根针的眼一样，然后喉咙的后就是我们就是食道嘛，食道只有一根马的尾巴一样的，就像可以说是我们一根头发一样的那个细只有那么细，然后就是
但是瀑布就是有那么大，就像山谷一样的大小。所以就算是找到了水或者饮食的话，也是这么小的这个嘴巴，或者是这么细的这个食道里面，根本就进不去。进得去一点点的情况下，也是从嘴里进去，到了喉咙的时候都是会燃烧起来。因为就是饿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特别长的时间的饿的，就是在这个里面都是就相当就是燃烧出来火一样的，就是烧起来的。因为这些都是因为过去的习气的这种业障的业力，感到就根本就没办法进去。进去的情况下也是满足不了，因为那么大的这个，相当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他所讲的这个瀑布是，我们可以了解是它的胃，我们的饮食到了胃里面才是胃装满了胃，我们觉得就吃饱了，对吧？但是我们的他们这些恶鬼的话，就是胃就已经是那么大，完全没有办法装满，所以就非常痛苦。妇女烧感饱满，到了晚上时，尤其如果是有进去一点点的情况下，也是因为内脏过去的业力太严重了，所以就到了晚上的时候，切要感受腹内燃火焚烧心肺等所有内脏的难忍痛苦。相左动之时，相左动的时候如灰白白色母草般的肢体，难以支撑大如盆地的瀑布，非常痛苦。所以这个部分前面已经解释过的，因为他们的那个怎么说呢？脚跟腿那些都已经是细到草一样的、草根一样的，所以就行动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所以非常痛苦。自本作人着刚着